大家好，我係詩詩姐，今日同大家傾下一單喺我心入邊壓咗好多年嘅超級猛料。好多人以為娛樂圈啲八卦離唔開爭寵上位或者大陸帽，但其實去到某個級別，娛樂圈同香港最頂級嘅名利場，甚至同生殺大權係完全掛鈎㗎。記得八九十年代嗰陣，我啱啱入行做狗仔隊冇耐，有晚凌晨3點幾，成間報館都靜晒，得返幾個人喺度趕截稿。我一個人叉喺舊時代黑房裏邊沖晒飛啦。嗰時嘅黑房永遠有一陣好刺鼻嘅顯影水同定影水味，抽氣扇發出咣咣咣嘅怪聲，紅光閃閃下，我用鉗夾住張相紙，慢慢浸落啲冰冷嘅藥水度。我雙眼死盯住張白紙，睇住啲黑色同埋灰色嘅影像，一點一滴咁喺藥水入邊浮現出嚟。嗰次我晒緊嘅係我哋幾個兄弟慳咗3個通宵喺中環文華東方酒店門口偷影到嘅一輯相。相入邊嗰個主角啦，係當時紅透半邊天啊，出入都有無數粉絲尖叫嘅巨星哥哥張國榮啊。平時極度有個性嘅哥哥喺相入邊竟然好恭敬、好親昵，甚至帶住幾分乖巧咁，扶住一個打扮得極之雍容華貴、成身珠光寶氣嘅老太太上保姆車。嗰陣時行內咧啱啱收到風，話哥哥名下無端端多咗價值7000萬嘅物業，當中包括龜背灣嘅超級無敵海景豪宅，仲有一架靚爆鏡嘅保時捷跑車。去查查睇返，全部都係由一間神秘嘅海外空殼公司持有。黑房入邊慢慢浮現出驚天猛料嘅嗰一刻，我隻手都喺度震緊，因為當我睇清楚個老太太個樣，我即刻認得佢係邊個。行內高層心照不宣，呢個老太太絕對唔惹少，佢就係哥哥最敬重嘅契媽，東亞銀行主要股東之一張玉麟夫人譚愛蓮。大家平時食瓜，可能以為娛樂圈嗰啲咩契媽契仔關係，十居其九都係啲富婆包養小鮮肉嘅爛俗劇本，或者係貪圖名氣嘅互相利用。咁但係如果你咁諗呢單嘢呢，就真係太低估呢個瓜嘅水深程度啦。張玉麟夫人背後代表嘅係一個比起李嘉誠更早發達、財力更加雄厚，但又神秘到令人心寒嘅香港超級隱形首富家族張竹山家族。今日咧，詩詩姐就帶大家撕開呢層金玉其外嘅公關包裝，由頭到尾睇下呢個當年身家過百億嘅豪門，到底係點樣靠住極度黑暗，甚至係沾滿鮮血嘅手段起家，最後又點解會好似見光死咁，將香港核心地段嘅21棟大廈全線拋售，夾帶私逃敗走澳洲。呢個故仔牽涉到無數條人命、暴利、商場背叛，同埋娛樂圈頂級權貴嘅人脈掩護，絕對比電影更加荒謬。要講清楚張家嘅發跡史，我哋必須將時間線拉返去上個世紀嘅30年代。其實圈內人都知，張竹山本身喺廣州係做藤器批發起家嘅，生意喺當地都算做得唔錯，有自己嘅鋪頭同伙計。但係咧，後來打仗啊，時局亂到七國咁亂啊，成家咧就跟住啲難民潮湧落嚟香港避難。嗰陣時嘅香港，周街都係難民，乜嘢物資都缺，物價貴到飛起。咁張竹山捱唔住，落到香港冇幾耐就染病死咗，剩低個老婆帶住幾個仔女，大仔張玉佳，二仔張玉麟，三仔張玉良同埋細仔張玉良，仲有2個女。孤兒寡婦流落喺香港地，本來應該好坎坷，分分鐘要乞食。但係咧，大仔張玉佳真係一個徹頭徹尾嘅狠角色。佢見到自己老本行藤器生意根本做唔住，竟然膽粗粗去跑西藥代理。你要知道，佢係完全唔識英文，亦都唔識藥理嘅。但係佢有一雙極度敏銳嘅商人對眼。嗰陣時肺癆啦，即係結核病啦，喺香港同內地瘋狂肆虐，死好多人。佢睇準呢個時機，靠住3寸不爛之舌同埋過人嘅膽識，成功攞到英國西藥代理權，將啲原本大包裝嘅消炎藥拆散做細包，換個包裝轉手就賺幾倍。呢啲仲算係正當生意。但係真正令到張家一夜暴富，甚至富可敵國嘅轉捩點，係1950年爆發嘅韓戰。當年聯合國對內地實施全面貿易禁運，所有戰略物資連西藥、橡膠、鐵皮都唔准運上去。
但係內地打緊仗，傷亡慘重，對盤尼西林呢啲救命消炎藥嘅需求係天文數字，直頭係千金難求。張家兩兄弟大仔同埋後來掌權嘅細仔張玉良，就利用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嘅特殊地位同埋灰色地帶，搞起咗一個極度龐大嘅走私網絡。佢哋用水路揾啲快艇喺半夜3更偷偷地運貨上去。用極低嘅價錢喺外國入貨，然後咧以天價咧就偷運翻內地。嗰陣時啲利潤唔係講緊幾多成，而係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咁賺啦。每一晚都有幾十萬美金落袋，數錢數到手軟。但係最恐怖嘅內幕，亦都係張家一世都洗唔甩，連報紙都唔敢寫嘅血腥污點，就係佢哋為咗賺到盡，埋沒咗最後一絲良心。因為藥品供不應求，佢哋竟然將啲過期失效嘅盤尼西林，甚至係劣質藥溝埋落去當正貨賣。大家試諗下個畫面，嗰啲係救命藥嚟嘅，前線啲傷兵痛到死去活嚟，或者染病嘅平民發緊高燒，千辛萬苦買到支藥打落去，結果因為啲藥冇效或者引發嚴重副作用啦，本來有得救都變咗冇得救啦，無數後生仔同無辜市民就咁冤枉死咗。呢啲錢每一張銀紙都係滴住血噶，張家咧就係靠住呢啲食人血饅頭咧賺翻嚟嘅陰來錢啦。喺50年代尾已經累積咗過千萬美金嘅巨額現金。你要知道嗰個年代打工仔一個月先搵幾十蚊，千期美金簡直係可以買起半個香港。佢哋將呢筆橫財咧瘋狂掃入中環最靚嘅地皮同大廈。但係最搞笑嘅係呢個身家過百億嘅超級富豪家族，佢哋嘅生活方式係變態同埋畸形到你唔信嘅。張家30幾口人啊，包括新抱啊、孫仔孫女啊，全部逼埋喺半山麥當勞道8號嗰棟5層高嘅舊式唐樓入邊，成個家族咧實行一種極度極權嘅共產生活。幾百億身家喎，每個人只係分到1、2間房仔，連轉個身都難。每日朝早幾十人要排隊爭廁所、爭沖涼、買衫全部統一，由家族基金採購，大家都着一樣質地、一樣顏色嘅衫，好似着監躉衫咁。食飯就更加誇張啦，全部食大鑊飯啊！咁啊，廚房煮乜就食乜，完全冇得揀。三哥張玉麟同老婆出街食飯，食到碟街邊大排檔嘅乾炒牛河，竟然會忍唔住感嘆話：出面啲嘢食原來咁好味。你就知佢哋平時喺屋企過緊咩非人生活，成個家族俾極度死板嘅家規壓到期唔到氣，出入都要報備，零用錢嚴格控制。唯一嘅例外咧就係後來做咗哥哥契媽嘅張玉麟夫人譚愛蓮，因為譚愛蓮本身屋企有啲錢，又係混血兒，生得靚女又識打扮，佢先有特權可以着西裝戴珠寶，保持住闊太嘅體面。但係喺呢個深宮怨婦一樣嘅大宅入邊，每個人嘅心理其實都已經極度扭曲。講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會覺得心寒，點解一個賺到盡嘅家族要咁樣折磨自己人？呢單嘢當年報館都唔敢寫，而家講出嚟，全靠大家個熱推保住條片。各位街坊，詩詩姐爆料從來唔留手。如果你覺得今集猛料夠足，記得幫手撳個熱推，推爆呢一單幕後交易。等演算法將條片推俾更多人睇到，詩詩姐就會即刻爆落去，為大家拆解呢個家族點樣將全香港人玩弄於股掌之中。好多謝大家嘅熱推，我哋繼續深挖。既然張家咁有錢，喺香港又有地位，點解後來會無端端全家敗走澳洲呢？呢個就要講到張家嘅靈魂人物四仔張旭良。張旭良去過外國食洋水，講得一口流利嘅上流社會英文。佢接手家族生意之後，嫌淨係收租太慢太保守，佢要玩財技，要玩大佢。1970年代，佢用自己手頭上嘅中環聯邦大廈同國際大廈等靚地段物業，同一間叫聯邦地產嘅上市公司搞換股，成功借殼上市，避開晒啲複雜嘅審查程序。之後佢再下一城，野心大到睇中咗當時香港4大英資洋行之一嘅會德豐。會德豐當年好巴閉嘅，由猶太人同英國人創立，做航運、地產、保險，老細係英國人馬登家族。
張玉良深知華資喺當時嘅社會地位仲未夠高，於是佢用極度複雜嘅股權操作，暗中收購咗會德豐超過40%嘅股份，成為咗最大嘅幕後老闆。當時全香港嘅財經界都震驚，一個賣藤器同賣藥起家嘅華人，竟然可以吞噬一間英資老牌大行。但係張玉良極之狡猾。佢知道樹大招風，佢堅持唔出面做主席啊，依然推過英國人馬登出嚟做報警版，自己就喺幕後操控一切。點解佢要咁低調？其實就係因為佢極度心虛，佢心知肚明自己家族當年賣假藥害死咁多內地人，呢一筆血債隨時會被清算，佢需要一個洋人招牌做擋箭牌。時間去到80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香港嘅前途問題正式擺上台面。嗰陣時嘅社會氣氛好緊張，好多富豪都心大心細，唔知走定唔走好。但係對於張玉良嚟講，呢個根本唔係咩前途問題，而係生死攸關嘅逃命問題。佢晚晚發噩夢，驚內地收翻香港之後，第一件事就係翻舊賬，揾佢哋張家算當年韓戰賣假藥發國難財嗰筆血債。佢知道啦，如果等到97啦，佢哋成家可能連資產都帶唔走，甚至命都保唔住。於是，一個部署精密、震驚香港商界嘅大撤退計劃呢，就喺暗流湧動中展開。1985年，會德豐爆發咗一場轟動全城嘅世紀收購戰。咁當時呢，新加坡過江龍富豪邱德拔突然間踩入嚟啦，宣布要全面收購會德豐。會德豐嘅名義，英國主席馬登因為一直同張玉良面同心不和，覺得自己俾張玉良當傀儡咁玩，於是靜靜雞將自己手頭上啲股份賣晒俾邱德拔，諗住引清兵入關，夾死張玉良。點知張玉良呢隻老狐狸早有準備，佢一早睇穿馬登嘅反骨，直接揾咗當時華資實力最雄厚嘅世界船王包玉剛傾數。張玉良同埋包玉剛講：我將手頭上所有會德豐嘅股份全部轉讓俾你，條件係你要全面接管。包玉剛財雄勢大，一出手就用壓倒性嘅現金將邱德拔打到落花流水，最後成功將會德豐私有化。呢場商戰發生喺2月14號，被財經界形容為情人節慘案。表面上睇，報紙雜誌都話張玉良係因為同英國拍檔反面，心灰意冷先至賣盤，但其實圈內人都知呢個根本係張玉良順水推舟嘅金蟬脫殼之計。佢一早已經想甩身係馬登同邱德拔嘅收購戰，啱啱好俾咗個完美嘅藉口佢，等佢可以名正言順咁清空股份。張玉良賣咗會德豐甩難之後瘋狂加速拋售旗下所有嘅剩餘嘅資產。佢一次過將家族名下位於中環、尖沙咀最核心地段嘅21棟物業，以極快嘅速度全部賣走，甚至賤賣俾李嘉誠同埋其他華資財團。短短幾個月時間，佢成功套現超過16億港紙。喺80年代，16億絕對係一個富可敵國嘅天文數字。然後成個張竹山家族30幾口人好似人間蒸發咁，全家靜悄悄買機票移民去咗澳洲。香港嘅繁華商界嘅地位，佢哋全部唔要，只求保命。講返巨星哥哥張國榮同呢個神秘張家嘅關係，點解當年張玉麟夫人譚愛蓮會咁錫哥哥，甚至豪宅7000萬買樓買車俾佢？其實譚愛蓮喺張家入邊一直都覺得好壓抑，佢係一個異類。佢老公張玉麟雖然有太平紳士銜頭，但喺家族生意入面話事權唔算最高。譚愛蓮好後生就識咗哥哥，佢見到哥哥對長輩極之有禮貌，又孝順自己阿媽，最重要係哥哥身上有一種乾淨純粹為藝術奮鬥嘅氣質，呢啲正正係充滿銅臭味同陰暗算計嘅張家最缺乏嘅嘢。譚愛蓮將自己喺家族極權統治入邊得唔到嘅溫情同自由，全部投射咗喺哥哥身上。哥哥每一次開演唱會，譚愛蓮都會着到最靚，咁拖住呢一班超級闊太去坐最前排捧場啦。哥哥40歲生日，譚愛蓮親自喺君悅酒店包場幫佢慶祝，連啲保安人手菜單都係佢親自安排，直頭當正哥哥係自己親生仔咁錫。但係大家諗深一層，
點解當年狗仔隊影到哥哥同張玉麟夫人咁親密，甚至查到7000萬物業嘅轉讓記錄，但全港大大小小嘅報紙雜誌，最後都只係輕描淡寫咁報咗幾段，寫啲溫馨母子情就算，完全冇人敢去深挖張竹山家族賣假藥、着草逃亡嘅恐怖黑歷史。呢度就牽涉到香港娛樂圈同傳媒界最深層嘅潛規則。喺香港，傳媒大亨與娛樂大亨嘅私人俱樂部交易與封殺令係絕對存在嘅。當年幾大報館嘅老闆同張家嘅老臣子、包玉剛家族，甚至東亞銀行嘅高層，全部都係中環同深水灣嗰幾個頂級私人會所嘅核心會員。大家平時一齊打高爾夫球，一齊嘆住紅酒、食古巴雪茄，背後牽涉過百億嘅利益交換。當編輯部啲細佬好興奮咁攞住查冊記錄，想將張家嘅陳年黑料起底做頭條嗰陣，老闆一個內線電話打落去主編房，呢單嘢牽涉太廣，唔准出街，即刻抽起佢，就係咁簡單。傳媒大亨為咗保護有錢佬嘅體面，同埋維護自己喺上流社會嘅利益網絡，毫不猶豫咁閹割咗新聞真相。再加上哥哥張國榮當時已經係無可取代嘅天王巨星，幫佢同佢契媽做負面新聞，既會得罪龐大嘅粉絲群，又會得罪背後嘅超級金主，隨時惹上天價誹謗官司。所以大眾睇到嘅永遠只係娛樂圈表面嗰層溫馨契媽契仔情，而底下嗰啲沾滿血汗嘅資本積累，見唔到光嘅暗箱操作同埋權力勾結，全部被穩穩陣陣咁封印喺報館總編嘅保險箱入邊。今日回望翻轉頭，張家敗走澳洲之後，結局又係點呢？你以為帶住16億現金走佬去到南半球，就可以安安穩穩做一世無憂無慮嘅超級富豪？大錯特錯。當呢個家族離開咗香港呢個發跡地，離開咗嗰棟將佢哋逼埋一齊、充滿壓迫感嘅麥當勞道唐樓，維繫住佢哋嗰種變態家長制同埋共產生活嘅紐帶，瞬間就土崩瓦解。張玉良去到澳洲之後，家族內部為咗爭奪財產，後生嗰一代同長輩徹底反晒面，日日喺法庭見，兄弟姊妹之間為咗啲錢，為咗分多幾十萬，鬥到你死我活，互相咧喺媒體面前揭短。當年嗰種喺祖先牌位前面一齊誦經，扮到好齊心、好守規矩嘅虛偽畫面，全部撕破晒。呢個就係最真實嘅人性。當初靠住食人血饅頭起家，埋沒良心賺絕代前種下嘅業，最終都會以另一種殘酷嘅方式報應翻喺自己子孫身上。金錢冇令佢哋團結，反而加速咗佢哋嘅滅亡。做咗咁多年嘅傳媒，由狗仔隊做到總編，我睇過無數有錢佬同巨星嘅起起落落，有時半夜諗起真係會覺得好唏噓。好似張玉良咁，佢聰明絕頂，識得利用戰爭嘅漏洞發橫財，識得喺股海入邊吞噬英資大行，甚至有極高嘅政治觸覺，識得喺97前完美套現離場。佢計盡咗天時地利人和，計盡咗點樣避開內地嘅清算同法律制裁。但係佢唯獨計漏咗人性嘅貪婪同埋因果循環。佢以為用錢可以買到萬無一失嘅安全感，用死板嘅家規可以鎖住屋企人嘅心。結果去到外國，個家族一樣係四分五裂，成班親戚變成仇人，真係諷刺到極點。而最令我感慨嘅係娛樂圈同名利場之間嗰種荒謬嘅落差。大家睇到嘅係張國榮喺舞台上面閃閃發光，係張玉麟夫人着住靚衫，帶住名貴珠寶去撐契仔場，畫面不知幾咁溫馨感人，好似童話故事咁。但係邊個唔知支撐住呢啲上流社會奢華生活嘅基石，支撐住嗰幾千萬豪宅嘅資金，其實係源自於幾十年前嗰啲因為打咗假藥而痛苦死喺病床上面嘅冤魂。資本嘅原始積累往往都係充滿住原罪，但係經過幾代人嘅洗白，經過頂級公關嘅包裝，經過傳媒大亨嘅金聲，一切都可以包裝成美好嘅慈善家，受人敬仰嘅太平紳士，慈祥有愛心嘅契媽。呢個世界從來都冇絕對嘅黑與白。張家有佢哋不可告人、令人髮指嘅極惡，但係譚愛蓮對張國榮嘅好又係真實存在，冇得否定嘅。我哋做八卦食瓜，
唔係單純為咗踩低人哋或者睇人仆倒，而係想透過呢啲被歷史塵埃掩蓋咗嘅真相，睇清楚呢個名利場嘅真實運作規律。資本係點樣掩蓋醜惡，權力係點樣操控輿論，而喺呢啲龐大嘅利益機器面前呢，就連呼風喚雨嘅天王巨星，其實都只不過係權貴社交圈入邊嘅一個美麗點綴，一粒耀眼嘅棋子。當年我喺充滿刺鼻藥水味嘅黑房入邊曬出嗰張相，只係一個微不足道嘅起點。幾十年過去，箱入邊嘅哥哥已經提早離開咗我哋，張玉麟夫人亦都因病過咗身，張竹山家族嘅輝煌同罪惡亦都成為咗香港財經界一段風塵嘅陳年舊事。但係呢一啲隱藏喺太平盛世背後嘅暗流，呢一種資本與娛樂圈嘅勾結，其實每一日都仲喺我哋身邊上演緊，只不過換咗主角，換咗劇本啫。好啦，今日講得有啲沉重啦，故仔就講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聽詩詞姐講呢啲實牙實齒嘅圈內內幕，認同我嘅分析，記得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我係詩詞姐，我哋下集再傾，拜拜。